完箍咗牙之後，成日收到 DM 啲人問我使唔使洗牙，咁梗係要啦。箍咗牙之後啲牙仲污糟啊！今日我哋就試下新嘅洗牙有幾好啦。我哋出發喺龍灣口出咗之後咧，一路直行就係噶啦。出咗關口之後，沿住左邊一路直行，行到扶手電梯上去就係噶啦。喺關口行過嚟只需要4分鐘咋。講嘢要有牙力，睇牙就梗係要有實力啦。我今日就係去希華愛康健醫院啦。呢度全部都係講廣東話㗎，前台同事全部都好 nice 啊！影下個地方俾大家睇先，好大好舒服啊！洗牙嗰間房都好乾淨整潔啊！牙醫會先做檢查，睇下牙齒或者口腔有冇問題。以我為例啦，因為箍牙比較難清潔啊，所以都積藏咗一啲牙石啊。今次係我人生第一次喺大陸洗牙，成個過程感受都好舒服啊！無論係環境、職員定係效果，過程入面每一個步驟都好仔細啊！終於到咗最後一個步驟啦！今次呢個體驗非常之好啊！大家有興趣嘅記住預約啦〜